是阿翔。专家有理论就讲，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，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，上侪35000块，你砸转去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。阮这边吼，伫咱家吼做儿童的迄落啊节目，叫做非常了不起，了不起，头家娘来啊！嘿，阮米可白，欢迎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米可白。拜2跟拜3下晡5点，非常了不起，陪大家做伙学台语哦，拜托拜托。哦，然后爱甲恁奖励啦，开始。中华出众仔，半线就厉害，耶！来，甲你借问者，半线是啥话？半线是较早中华的歌名，中华歌名叫半线，半线是真好听哦，吼，是好来，咱队员是倒一位咧？大家好，我是李成杰，我是中华鹿港人，啊，平常时爱唱歌、爱大语大，希望今仔日咱大家拢有好成绩。好，来，搁刷入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如君，我是小美，平常时嘛是咧餐厅弹吉他唱歌，佫是一位婚礼主持。好，来，搁介绍另外一位将仔哦。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丽文。我平常时嘛有伫接活动，我家己有一个舞团，然后嘛有伫做公益的活动，所以欢迎大家做伙做公益，帮助社会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好，来，搁刷入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勇老师，我是伫个阮中华馆内底帮足侪社区的阿公阿嬷带运动的，啊，我嘛是咧帮人做健康活动的瑜伽老师。哦，真好真好。是恁这边是出奖仔对不？是。阮这边是温来翁仔某欢迎。哦。听音先啊。阮队长是李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美。李美你好。我爱台语美认凳啊，多多救国。哦，救国。哦，别，多多，好你刚才无讲救鬼。嘿，对啦。救国 OK 啦。救狗。哎，啊，真恩爱是。因为伊有带伊的红婿，都是伊的翻译人。哎呦，阿 Q， 哦，欢迎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脱口秀。我是卡米蒂的脱口秀演员啦。演员。哦，是。静静伫咧讲脱口秀，啊，即马伫咧厝诶照顾阮的乡亲啊。乡亲啊。哦。好来，啊，即马阿 Q 的边仔咧。大家好，我是贝贝，我是活动主持人，我是味道的神仙。好来，搁刷入去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金A岛，世金的名引导，对。好久，我没认真。世界引导。对。世界引导。引导，对，爱刚开始电影演员，主持人，水水的头路，互人水水的头路，互人水水的头路，互人水水。唔是是。拍机。哦，医生啊，美容的哦，水水的头路。对，明白哦，水水的头路。头路哟，头路。我台语唔是真好啦，但我做认真学。但是我朋友的拢唔会讲台语。我有翻译官啦，欢迎你来，好来，搁刷入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热西牛牛。西牛牛。我是今仔日我是的 DJ。哦 DJ 哦。我是俄罗斯甲台湾的囡仔。哦 ，I know call。俄罗斯甲台湾的囡仔。我阿公是俄罗斯的。哦，阿公是俄罗斯的。不要紧，今日哦尽量发挥。对。好，你若看到、想到要讲啥，你就讲。起就讲。勇敢嘛，讲出来就好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的国文老师。是，欢迎咱今日的国文老师林淑琪林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人讲手靠筋，人靠心，讲台语互咱心连心。请大家做伙讲台语哦。好，咱哦讲台语，咱就一定会心连心。好，今日咱的第1回合心连心哦，主竞赛开始。是你倒一
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来4字斗一字，先算4字斗一字。吼，咱这回合啊，就会出一个题目，啊，内底都有4个无共款的字，吼，啊，但是甲中央迄个空的迄个价吼，斗起来了就是4个台语词。加油！我要出题啊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粉、什么糕、什么冷、什么芳咧？嘿，粉糕冷芳，用是什么字咧？来，请开始哦。哦，你的答案是米粉、米糕、米冷、米芳。哦，是米。嘿嘿嘿。哦，袂歹呢。袂歹呢。好，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是唔是米？对唔对？哇，真好！好来分数，容易得到1分哦。来，我请老师来解释哦。来，老师，好来第一个米粉，来新竹的名产，对不对？新竹米粉。来第二米糕，台湾有名的啥？东啊米糕，好。来第三米丁就是我们的米浆，好。来米芳就是爆米花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甲我讲因那个台语无好，无啥好，写有够紧的。对啊，是说人甲我讲因台语无啥好。系啊。哦，惊死我！你这是不是欺敌战术？嘿，用骗的。咱这边爱注意咯。我认真啊。你认真啊？好，来，咱今日来后一题哦。好，来来来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什么头？什么鸭？什么豆？什么摆咧？哇，哎，哦，哎，打一边。这边先这边哦，好来，后头、后豆、后摆、后摆、后叶、是呀，哦呀，是，嘿，来，老师，你俩讲对唔对？哇，有够高一定要有气气就对啊！是，是，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咱今嘛得到1分咯！来，咱来问老师。你比紧的。来，这条其实是无介简单的吼。来，第一个后头，后头，有2种意思，一个是啥呢？比如讲，咱去买厝对不对？是。先付定金，啊定金付了，后头搁偌济钱也袂付款，就是后面哈。好，啊，甲第二个意思，比如讲娘家后头，这我的后头，比如讲伊的后头啊，就好起来，还是后头厝，吼，都有人讲。好，过来，这个后压就是我们车站的后站。哦，这是为日语来的，所以咱若前站，咱就讲前压。啊，后站后火车头就讲后压。好，第三个后摆。后摆，哈，后摆嘛有2种意思，哈，比如讲，这摆若无摕到奖金，啊那。后摆这个来参加，还是拄则咱迄个温来的翁仔某，咱的李秘，伊讲安那，伊即摆是生双生啊，查甫的，后摆伊想要生水水的查某囡仔，有无？后摆哈，啊后摆还有第2个意思，就是将来意思，伊讲伊后摆安那要做医生，将来，对，将来要做医生，是最后一个迄个后斗。哦，咱的发财啊车，也是咱的啥轿车，迄个后车厢，咱就讲后斗，还是车后斗，拢是车后斗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老师讲啊真清楚，应该拢听有无？听有，好，真好。好来，我做落去啊！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请出题。请问什么摆、什么笑、什么怪、什么本呢？哦，摆笑怪本哦，写好就今日起来。摆笑怪本什么咧？啊，这个笑吼，直接要用笑哦。哦，有大毛来。你要念鸡拜吗？鸡怪、鸡本、鸡笑。哦，鸡摆看到怪怪，我对啊。你敢若一个是较正确的，奇怪较对啊，写伤紧吼。我袂当改啊，我爱问老师。对。好，老师是唔是鸡？安尼就歹势咯。不要紧哦，机会爱让别人啊。你要写什么？来，你要写啥？
龟拜，龟拜，龟怪，龟怪，龟龟本，龟龟本，本龟本，龟本，龟球，龟球，龟球，贵哦，是贵吼，贵。好，来老师，贵对唔对？敢那掉一个尔，两个一个，记得，搁写，嘿，来，记得搁写哦，机会哦，好，提一个，来，让我你提一个哦。我讲一个吼，头拄我讲迄个笑会使念笑，什么时阵？咱会足歹势，会什么笑？更笑。啊，记得，好，坚持，好，来哦，来，念看麦。更拜更怪，然后更小更笨哦。哦，安尼听起来顺真济啊啦。是，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啊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就对啊。好来，分数。收班啊，恭喜得到第2分哦。这边嘛写出来啊，但是就收班啦。对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解说哦。好，来，老师。好，来。你著拄只美术提醒啊，对不对？吼，还得见笑，咱讲做人爱知啥？见笑啊，唔通见笑啊呐，登上去。吼，啊见拜就是讲每一次哈，比如讲伊见拜来参加专家有地位，拢摕到奖金的，实在呐有够的哦，见拜吼。搁来一个见怪，讲啊这我唔是雕工的啦，你唔通见怪吼，你不要责怪我哈。上尾这个见本吼，你看人个衫有迄个啥？迄个见本样本，对，样本就是对自己的啥三不如来的，三不如sample，所以就是这4个词哈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老师讲啊真清楚，大家应该拢有迄个会，安尼就学就真紧啊哦。是，好，来，咱今麦来看一下分数。是。先看阮这边中华出奖在。今麦得到2分哦。啊，来咱这边阮来啊，阿宝咧。得到1分嘛，袂歹。我咱赢的吼，就有迄个奖金啦。是，所以中华得到5000块啦。啊，咱这边免了咯啊，不要紧，咱后一个回合，咱就通啊，搁甲踏起嚟啊啦。是。好，进来去咱的第2回合哦。手搭定歌机。手搭定歌机，2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歌机，全国朋友来出题。哦，全国朋友要来出题啊！哦，是。啊，等下晓讲，尽量讲哦。好，来，手放在另个点面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过来啊，我是讲白茶律师蒋万华。平常时啊，阮若是拄着讲家庭啊要开刀的时阵，阮拢会去拜托医生。啊，若是讲啊，我咧拜托这个医生的时阵啊，我包一个红包送互伊，也是讲送伊一个水果子的礼啊，也是讲啊去个盒仔内底去包钱，安尼敢有违法？请问，咱若是包红包给医生，拜托伊来开刀，安尼敢有违法咧？安尼敢有违法咧？来，请手答。哦，来，有啊。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医生来医治病人是正常的代志，是啊，是因的基本，是伊的职业，嘿，是职业。啊，若是搁收红包，安尼就感觉是有违法的可疑的，所以你的答案是算有违法，有违法，是对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算有违法敢对？安尼对唔对啊？哦，来，机会。牛话你，所以你有违法不？无。啊，算啥那无违法？水果，水果子，哦，果子咧，一样的，赶快的，送红包甲送果子，感觉是同款的啦。同款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伊的答案你对唔对？真高。扣掉啊！别认真还真好啊！恭喜得了1分哦！来，
咱台湾加罗西亚啦，这俄罗斯有两种讲法啦，一种是俄罗斯，啊嘛讲俄罗斯，啊一种较口语的对英语来的，吼，迄个罗西亚，吼，这个混血比率吼，其实无啥会晓这个台语，毋过已经真够啊啦，吼。来，咱这条吼，你着包安包互医生，重点是你患者包安包互医生哦，啊这患者伊有违法无哦？是。以患者来讲，这是安那，伊家己欢喜甘愿的。哦。伊家己欢喜甘愿要包医生啊，医生也无讲你要包互我，所以安尼无违法。有影咧，有影。啊，听清楚。拢红骗你啊！欢喜甘愿的，亲像咱拜托，譬如讲拜托妈祖娘娘保庇我一切身体健康，啊我体验养香，我都无违法的啊。咱家己欢喜甘愿的，对不对吧？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所以讲，咱哦题目拢爱看清楚哦，有当时伊讲骗哦。好，好来，不要紧哦，咱阁有分哦，咱阁有加油。好，来，今年换人。好，来，咱手赶快放在另一顶面哦。然后讲请手答，咱来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新建医师。大家你大汉的时阵哦，拢捌有流过偏火的经验，吼，像是弄着啊，还是火气大啊，还是过敏啊，拢有可能。请问流偏火的时阵，是要安怎止火？头要安怎藏呢？请问流偏火的时阵要安怎止火？重点是头要安怎藏呢？哦，流偏火的时阵要安怎止火哦？吼，来，来请手答。请你的鼻头是后仰打打，嘿，他头嘿，别打唔是？就是袂使打会呛到，会砸掉，嘿，安那爱起家，啊无就是摕迄冰角对后壁只甲就是屈的安尼。学台语嘛当学知识，你敢知影若是流鼻血头，应该是爱安怎才对咧？流鼻血的时阵要安怎止火哦？吼，来，来请手答。逃走。不要紧，咱爱公平。哦，但只系讲请手答才能试哦。来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。来，手较紧。压鼻头。哈？对不？你表演，你用表演来，你用表演嘞。来，比较请你的鼻头诶。对头。啊，过来嘞。头啊，安怎藏？头。头是后仰打打，嘿，打头嘛。嘿，他头嘿。安尼哦，顶着。头打打。头打嘿哦是。医生若讲唔对就好笑啊。嘿，就是啊，拍牙酸啊。只要拍牙。来，老师这个动作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就唔对。哦，不要紧，这是医生嘛，好你的来，好你的，好你的啦，好你老师来啊，好你的来，啊你会答唔是？就是袂使打会呛到，会砸掉，嘿，安那爱起家，啊无就是摕迄冰角对后壁只甲就是屈的安尼。有诶，哦，摕冰角屈后壁，嘿，啊无就是加，对。头安怎？头爱安尼。哦，正常。嘿，袂使打会砸掉。哦，是，我来问老师，老师安尼动作，所以你头是要安尼直直，还是要安尼？爱安尼，安尼啊平平啊，平吗？安尼，小可定头，嘿，头里里。好，安尼会使。头嘛袂当伤嘞哦。医生就袂送呢。医生我赢嘞，我是歹人，我是电视器。电小器。袂歹哦，不要紧。哎，这嘛是一个学习哦。好，我分数先我人了，咱听老师，看老师安怎做哦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咱得到1分哦，中华1分哦。好，来老师。来，咱过去有一个错误经验，认为讲安那，爱安尼。头打打。哎，对，安尼响啦吼，啊，迄个安尼偏火倒流，
有当时会安那造就咱的气管，会变成吸入性的肺炎。所以正确是爱安尼小可安尼，小可咱的鼻息，这个鼻翼鼻息低咧，第5分钟到7分钟，安尼就会当豆豆啊止血。这样我来学起来哦。安尼皮肤还袂倒流啦。是。啊，头拄何律师讲，边角爱捂后壁，吓。会使，你会要甲又搁较迄个。搁较紧。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嘿啊，这种知识就是咱平常时啊拢爱会记，不是医生的问题啦。对啦。医生5分钟啊。你做美容的哦，你做美容的应该是较无的，不过咱就是学习。对啦。做来拢知识拢爱知。普通若拄着流鼻血，拢也是何律师咧处理啦。对啦。忌讳拢是阮啊，你就是记得啊。因为伊应该知影是因为真侪阿公阿妈拢伊爱顾。不，阿公啊，穿伤老，阿公阿妈会流鼻血。有影。但是好，社区真高水。我是感觉互因流鼻血也袂歹啊，新陈代谢一个。对。你妈妈佫较袂歹是因为病手啊。真好。两边拢一分。不要紧，咱佫继续提问哦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是，应该是袂困难啦。不过吼，拄啊好全国朋友吼，寄来的物件可能会较咱生活较生活中的啦。是哇，吼。啊，若唔知影，有当时会使等对方唔对，嘛是会使啦。那是一种机会哦。嘿，对。好，来，手跟个两个顶面。好，听讲车手带咱在当吃哦，哈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尤杰律师。就是人有遗产甲政府税的问题，爸爸妈妈会政府经济互囡仔，不过政府收济钱需要纳税。请问，根据台湾法律的规定，在1年以内挣余偌济钱以下，会使免纳政府税的税金？请问，1年以内吼，政府税吼，你政府偌济钱以内，政府税就免甲你扣。听有无偌济钱？一年送人偌济钱以内，政府税免扣税。是，一年送人偌济钱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带。哎呦，里面我知啊。为什么你知啊？我都你有拄过这个问题？呀，我有钱啊，想要落户阮啊，阮查某囝啊，查某囝。恁后生，阮囝啊，对啊，恁后生，对。嘿，200万，200万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是不是200万？会当佮加一点嘛？这个话你这边牛人啊！来，佮加一点嘛？加一点嘛？250万。250。是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250？安尼伤济啊！两位拢伤好呀。嘿啦，200安尼啦吼，不要紧，这可能咱大家较唔知影。唔捌拄着。嘿，咱来问老师哦，吼，来老师，来这条的题目其实有几个字无介好念吼，是遗产，正确的读法是遗产。遗产。咱会受华语音用变遗产，对，是遗产哈。赠与税哈，净污税。净污税。对，净污税哈。好，啊，咱来规定是啥？1年1档，袂当超过220万，所以你若袂超过220万，就无净污税问题。所以你有一对古水的双生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会当220万，两个就是440万，安尼。平又搁共款平啊！搁白手，真好，即个你牛伊，即个你牛伊安尼吼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搁换人提分数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加油！不要紧，试看卖，吼，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哦，吼，听我讲，车手带咱试哦，真正加油！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家医科黄伟杰医师。这个部分疫情即摆做严重，大家洗手要做重视的，爱洗好清气。有一个口管内外加工大力丸，
给大家加这里，内就是手心的地方洗一洗，外就是手背，夹就是两手相夹，把这个指缝搓一搓。那我们的弓的部分就是指节的部分，要把它搓干净。大的话就是大拇指的地方要洗一洗，立就立在一起，把我们的这个指缝里面的跟我们的指甲的小缝隙给洗干净。腕就是手腕，最后要把它洗干净啦。接下来给大家问一下，这内外夹弓大力腕的台语到底是要安怎念呢？请问内外夹弓大力腕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以安，不要紧，以安怎讲呢？来，咱请就答。哦，贝贝，来，贝贝，来，嘿来，我加强大来走是吗？来我记你是嘛？今麦叫伊个念一遍，伊念袂出来。来我加强大嚟。你头先讲左脚，左，好，确定哦，吼，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安尼讲对唔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啊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来，机会。来我叶中大力慢。好，来，老师你都有听到吼？伊安尼念对唔对？安尼嘛唔对呢。哦，这有够困难的啦。真困难的呢。真困难。好，来，老师念一摆互恁听哦。来，老师，来，我先讲第一步，迄个疫情，台语要安讲吼？疫情吼，疫情好。这个考决的内外夹弓大力丸是用华语去思考的嘛，吼。所以咱咧用台语去思考吼。这个内底是咱的啥？这个手面嘛，手面吼。来，这是啥？这是面嘛，这手盘嘛，来这交叉的是安那，安尼，夹着安尼，夹的就是交安尼交叉安尼戳戳的，所以是车，这安尼迄个弓就是安尼硬硬的，所以是硬细细的，大是啥？大头母这个虎口才小有清气。所以这是大，这是徛，这镜头尾你买小就是徛，来这个腕是咱的手指，所以这个所在买小清气，所以咱规个就是啥？面、盘、车、硬、大、徛。再一遍，面盘车硬大徛连抓咱请这头就先来，一定袂晓，真难。老师，我想要甲请教一下，你讲面，阮讲好了手部。伊就其实就是讲，这有足侪人在讨论，对啊，可能比如讲，这个手面有人讲，迄个啥，手底嘛有人讲，你讲手部，都有人讲，所以可能就有无共的口诀会当用，只要你讲会通就好。对这伊是用华语去咧思考，用华语去咧翻，就较无遐生动。嘿，不要紧啊，这是嘛是甲咱教啦，咱等下好好家己研究。是，这无着分应该是真正常。正常，这应该现场无人会晓。若有人着分，我会感觉哦，安尼无正常。是啊。不要紧，咱阁有上尾一位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咱今年换人。好来，手铿好好哦。加油！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等下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水果的安源，我是丹尼。大家拢讲吼，咱大水果的时阵吼，拢出一支喙啦。所以今仔日的题目是囡仔跋倒，要一个厝。请问囡仔跋倒要一个形容词？是形容词哦，是囡仔跋倒哦。囡仔跋倒。好，来手铿好好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伊连囥都唔爱囥。因为嗰啲手囡仔先来跋倒，嘿，囡仔跋倒形容词，差不多什么方向？你甲讲。什么方向的词啊？无要无紧呐。
4个字哦。哈，一个形容词。形容词。4个字囡仔蛮多。哎呦。哦，来。头壳呼呼哦。该呼呼啊。哦，是吗？呼呼是对的。呼呼。呼呼是对的。呼呼是对，安尼就是够有其他的字哦。系啊，无要无紧啊。无要无紧。那是头壳呼呼。该卡骨呼呼。伊这形容词是形容无要无紧的人。无要无紧的人，呼呼。两种动物，紧来加油加油！两种动物，跟动物有关系。哦。哎，后壁袂使讲的，后壁袂使讲的，后壁袂使讲的哦。哎，有好啊。我唔知啊。马呼呼啦。马呼呼。干马。马呼呼啊。干马。敢是叫马。妈妈呼呼啦，妈妈呼呼啦，妈妈确定一个，你确定。妈妈呼呼啦，妈妈该呼呼啦。囡仔跋倒啊嘛。嘿，跋倒啊，妈妈就该呼呼啊。哦。对啦，就安尼无其他的啦。确定哈？无可能是爸爸该呼呼吧？哎，人伊顾囡仔，爸爸嘛会呼呼啊，对吧？妈妈呼呼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妈妈呼呼？有去啊。分数，叫伊得到第2分哦。好，不要紧，是安那是马马虎虎，咱来请老师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好来，囡仔跋倒会哭嘛，啊哭就希望妈妈过去给安那，搞呼呼的啊，啊所以就注意啊海音、谐音，是啊马马虎虎，啊马马虎的做代志安那真凊彩嘛。哦，啊，敢咱拄则上哥讲的安那，无要无紧迄种的哈，嘛想做代志安尼马马虎虎，无要无紧啊，凊凊彩彩安尼。所以这条吼，答案就是啥？马马虎虎。不要紧，好，来，咱今晚请回。请回。来，咱看一下分数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咱看咱中华出奖台。今晚得到2分。嘿，啊来，咱有来翁仔某呢？得到1分嘛，袂歹哦。咱倆这边的奖金偌济？今晚得到1万块。1万块，啊，咱拄拄来卡去哩无？就是15000块。好，今晚进来给咱第3回合无？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对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斗阵拼输赢，咱真正有影斗阵来拼一个10个人，咱10个人同齐安尼啦。是。我要出题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鹿港的号做鹿港，是因为古早的时阵安怎嘞 ？A. 遐有真侪野生的鹿啊。B. 中部头一个铺路的港。C. 伊是鹿港出迄个福禄吉祥的海音。甲阮家人共款，阮家人嘛是拢海地。因为是海港，所以有铺路啦。我就是鹿港人，阮鹿港上出名的就是鹿啊，足济，较早有迄鹿公园，今麦无啊，今麦无，因为今麦人嘛济啊啦。拢食了啊。是，咱无迄个文化。鹿港是安怎叫做鹿港嘞？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？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，大家拢安尼吼，系啊。是，你要选白是因为迄个时阵，鹿港遐有真侪野生的鹿啊，嘿，也是讲中部头一个铺路的港，哈，也是讲鹿港甲伊的福禄吉祥的海音，嘿。对啊，所以应该3比2。哦，讨论甲真认真哦，差不多啊哦。时间要到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起答案。哇！哎呦，哦，那差足济。哎呦，差够多。哦，好来，这边拢是 A， 啊那咱那个内部这边吼，是拢 A、B、B、C 啦。係啦。好，不要紧，我来先来问一个吼，来鹿港。你是我就是鹿港人，然后鹿港上出名的就是鹿啊，足济，较早有迄鹿公园，很多人会去看。哦，鹿港公园。对。
哦，亲像日本还有落啊风。有较早，今麦无啊，今麦无，因为今麦人嘛济啊啦。拢食了啊。是，咱无迄个文化。唔是啊，野生的风景去啊。野生的啦，嘿，爱互因自由走啦，哈。对。梅花鹿嘛是嘛，鹿啊就是梅花鹿。是。安尼。所以讲，听你自细汉看就对啦。嘿。是哦。较是遐鹿港人。啊，对。好，来这边咱来问一下吼。A， 我感觉是 A 啦。你感觉是 A？ 我徛过鹿港。是去过。啊，你去过鹿港？哦，你去过鹿港佚佗就对啊啦。所以讲，你甲恁先生拢是拢知影吼。我读历史有读到啦，我感觉有读到啦，不过白白讲是 B 啦，白白是 B。不过来问白白，你感觉是我可能希望伊是对的啦。因为伊拢选的啦。哦，有影呢吼。不过伊无可能甲恁害啦吼。是。来白白，你讲一下，你啥那感觉是中部头一个铺路的港？我感觉吼，伫遐应该是有一个港啊，有甲伊搭落，甲阮家人共款，阮家人嘛是拢海底海嘛啊，顶头铺路，我就想讲因为是海港，所以有铺路啦。嘿，我是感觉是安尼。哦，对，伊家人。对。啊，不过吼，有一个我是感觉较奇怪是，全部就敢若你死牛。是嘿，你感觉是迄个海音吗？我感觉好路吉祥。好路讲。老公，共款的，共款的是。哦，迄音听起来共款啊，是。有啦，无听到伊是对的哦。伊讲起来真正共款嘿。对。好，来，我即马来看一下哦。好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就是 BBC， 请甲阮试失败，谢谢。哦，这边5条，这边2条哦。哎呦，好，是安怎安尼呢？咱来问老师哦，哈，来老师，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一户二毒3万甲，这个二毒就是指咱台湾中部啥鹿港吼。啊，大约伫18世纪尾期的60-70年之间，迄时的鹿港是台湾上大的上港，吼，啊，伊的旧地名是啥？鹿雅港，吼，啊，这地名由来吼有真侪无同的讲法，啊，根据研究吼，互阮较相信的就是以前鹿雅港遮有真侪野生的鹿仔，所以才叫做鹿港。是，好，来，恭喜，来，咱饲荷花。请试后一题，下一题，后一题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宜兰三星仓上大的特色是啥物 ？A. 食到吼较咸较有味 ；B. 葱仔白较长 ；C. 伊产量是台湾第一的葱啊。是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哦。来哦，到底是葱仔白较长，还是讲较有味，还是讲较咸，还是讲伊产量第一名吼？加仓。哦，差不多时间啦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起答，请起来。哦，真好哦。好，来这边是 BBC。嘿，我即摆想要来问一下君的，君的你是安那酸西咧？感觉是安尼啦。是，啊，别咧关系嘛是真侪。哦，嘛是。是唔是？但是我们要分散迄风险。哦，有影。爱提升。是。嘿，好来，若是死掉恁就赢，因为因穿。是哦，好，啊，我即马来问一下咱迄落啊，老师你嘛是选 B 吼？嘿，惊看到白白所在啊，你去遐食葱啊，伊迄葱仔饼，三星葱饼，伊迄大概拢就白，拢看无清迄。哦。表示有去过啦，嘛有食落啊，系啊。而且迄葱仔白遐就较芳啦，较甜。是，好来，啊，咱这边，所以讲你嘛是感觉葱仔白较长，较白地方，欢迎所在较长，白所在较长啦。是
遐上有味，就是咧白迄个所在，嘿，上甜嘛是伫遐。吼，好来，咱即摆看一个哦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标语这边是标名留落来。是，阿君啊，感谢失败。一个哦，哈，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来，咱这条三个答案，第一个食到较咸较有味的是南部仓啦，是，哦，南部仓。啊，第三个答案，台湾产量第一的是中华 KO 遐的 KO 仓。KO 仓，啊，咱三星仓上大的特色是啥？伊的餐白啊呐，白，啊上无就有啥15公分遐长哦，吼。啊，再来伊的仓拱就是它的叶子啊，啊青，仓拱内底有一种物件叫仓球。就是内底水分，所以对，吼，伊仓伤足济，所以伊食起来特别的啦，清甜，哦，啊是安怎会安尼咧？是因为宜兰的三星伫对，伫山区，是，吼，三星有三好，第一啥物？空气好，第二水质好，第三。土嘛好，就是土壤肥沃哦，所以三星仓食起来特别好食。谢谢老师啦！哇，有影，那真正这三好拢有哦。对，老师会使去农会代言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这4条命，这2条命，加油！红阿某牵手哦，做伙拼哦，吼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牛车驶落街是形容这人安怎呢 ？A. 挡袂牢 ，B. 伊运势愈来愈歹 ，C. 唱歌足歹听的。哦，有10秒的时间哦。牛车驶落街，先讲者，落街就是安尼啦，下斜坡啦，落街哦。啊，是挡袂牢啊，运势愈来愈。哦，走下坡，愈来愈歹，拜，是还是唱歌足歹听，这么怪，4、3、2、1，来请起蛋。哦，B，四个 B，啊，这是一个 B 加 A， 哈，好，是安怎？你拄啊有了揪住？无，我拄则想讲，我饲 B 应该是无，因为阮咧讨论讲，就是 B 甲 A 选一个，啊，想袂到阮全部拢饲 B 啊。好啊。这题较自由啦。哦，较自由。啊，问者为什么 C 无可能？因为阮唱歌足好听。哦，有听甲唱歌。哦，好啦。有啊，人唱歌好听。我要讲的不是问伊好听，我是问这句话啊。你叫啦。哦，是。所以讲，你会感觉是运势问题吗？运势就是较歹，较歹，走下坡啦，走下坡是。啊，丽文嘛感觉是嘛吼，是。对，人个迄落啊运势若是歹的时阵，就敢若想迄落啊，拄落去安尼啦吼。是。啊，若这边我先问一个阿 Q， 你是安那选 A？因为我想这个牛车惊迄个下坡啊，袂挡袂掉啊，袂挡的。无挡啊，而且伊有真正有影无挡啊。对啊。以前的车敢有挡啊？敢若无。以前的车无啦。牛车无挡啊。敢若有迄种哦，我著拖拉，毋是拖拉裤啊啥，有即个脚踏车迄种三角的脚踏车，爱扭。哦，利亚卡。是，所以讲你会感觉是挡袂掉啊。挡袂掉。是，咱正确的答案是 B。C。不要紧，先和老师解说。嘿，咱老师来解说者吼，老师无人想着唱歌啦。来，老师。来，咱这代才有真侪真够唱歌的，吼，拢无人唱歌吼，干那啥？牛车驶落街。牛车驶落街吼。来，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啊，讲啥？无叫坐牛车，
没有轿子，安尼就坐牛车吼。可见牛车是台湾农村社会真重要啥交通工具吼。啊，你牛车安那要驶落去的时阵安那，都要有功夫哦。哦，若无安那是咪逼车？对啊。人甲牛拢有危险嘛吼。所以咱以前吼有一种啥铁链仔牛车。铁链仔牛车，啊，你若要驶落去的时阵，这驶牛车的人伊安那，伊爱出力咯去启动啊，有动啊，启动啊来控制这个速度。啊，这时阵这个车链伊就安那，得发出一种咿的声哦，对，这款足歹听的声。所以牛车驶落行就是迄共啊，共开啦，开人唱歌吼，敢若安尼安那，啊，敢若牛声马喉安尼遐歹听，所以这个是唱歌真歹听。哦，唱歌敢若牛共款，遐尔啊歹听，是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对啊，有的时阵，阮的答吼，阮的迄个题目吼，拢会共骗。是啊。啊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来，先看阮这边。来，4个比请消掉。是来，请消。是失败。啊，无啊，一个拢无。所以讲，咱的分数拢是0。好，啊，那咱这边温爱呢？嘛，请是失败。啊，嘛是0。是。啊，不过咱这奖金没有像咧，拄啊，迄个回合的啦。嘿啦，目前为止，这回合2万块无人摕到。目前为止，咱中华这边得到15000块。15000块。哎，嘛是真好哦。是啊。不过会当摕到顿无？想要摕到顿无？是。好，进来去咱的摕奖金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当中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摕奖金游台湾。是，咱的奖金偌济？哦，咱这奖金15000块。15000块。哎，我真正希望恁甲15000块摕到转呢。拜托。是，嘿，啊，咱今日要去倒位游台湾呢？咱今晚要去游咱台湾各大夜市。哦，咱就有相片，爱讲清楚哦。嘿啊，讲出是倒位的什么夜市啊？吼，啊看相片啊紧想哦，吼。是，加油哦！来，我们出题哦，来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顶边所迄个胖叶啊？来，先来长阿饼加豆腐。宜兰，什么夜市啊？宜兰夜市啊？不是宜兰。 15000块的奖金，敢会当全部提走去洗夜市咧？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顶边所迄个胖叶啊？先来长阿饼加豆腐。宜兰，什么夜市啊？宜兰夜市啊？不是宜兰。哎，这个过来。有2饼加大肠烟肠，紧来。烟肠哦。哎，伫台中诶，大学边啊。逢甲大学。紧来。这个过来。胡椒饼加油头排骨。饶河夜市，那个差一哩。饶河夜市。差一哩饶河，什么夜市？饶河大夜市。不是。饶河夜市啊？不是，差一哩5个哩。饶河是，哇。时间到哇！哎，拢袂好表演节。好，来，咱今日主题是台湾的夜市啊，吼。是。来，西夜市是台湾人共同的经验，啊嘛是啥？外国人来台湾一定会安排的行程。对。来，咱今日哦，第一个鼎边蛇含啥？香煎饺，吼，这个营养3明治我小可讲者吼，这是我家己发明的啦，吼，因为伊就。因无用台语讲，啊，因为伊的胖先煎过，啊了，啊那他甲搞物件，所以我就甲用胖煎饺，吼，来，这是伫咱家人夜市，吼，第二个3星的葱仔饼，含这一串心，哦，这是我去 YouTube 真正去看伊安怎讲的吼，伊说是用啥？咱的豆干糋，对，啊，迄个内底迄个用一支迄签啊嘛，甲拄过吼，啊内底签啥？签北内啦、烟肠啦、烟水啦，看你爱食啥就吃啥。
这是道东夜市啊。第三，哈，咱的中部后南饼和咱的大肠包小肠爱讲大肠烟肠，大肠烟肠，这是台中的逢甲夜市。过来哦。 台北哦，胡椒饼和咱的药炖排骨，讲药头啊排骨，这是饶河街夜市，哇，拄真大，一定爱迄个鸡啦，无奖金嘛。是啦，是，不要紧，咱搁后抓去夜市啊，细咱再过来阮遮调整。对，好不好？我讲替你赶快出这个题目，夜市啊，咱台湾有名夜市啊，好，不要紧，看啦，咱无奖金嘛，应该来去迄落啊，颁奖，颁奖。 颁奖！不要紧，今日两边哦，拢无奖金，啊，就欢迎恁过来佚佗啦。是啊，啊，不过哦，即摆有一个好消息要甲恁讲，因为阮有迄落啊 app，你只要拍阮专家有智慧，你甲拍过了吼，你大家下载甲download落来，阮就有这4字斗1字。啊，我甲你讲，你若伫厝练习练习，关分你刚好有把吧，请你来报名，来阮遮赶快会当摕奖金。对，啊，咱若伫厝啊吼，妞，若你厝诶吼，嘛通啊download这哦，算一个吼，会当你厝诶算，啊嘛通啊，互阿公阿妈佚佗，因为练头的啦，因为迄落啊较练长诶安尼啦吼，好耍。是，好，今日嘛要谢谢咱的顾问老师咧，是感谢咱辛苦林淑琪林老师，抱谢感谢。专家有地位，好，跟你斗阵讲台语，互你规工拢欢喜，再会，拜拜。 谢谢，下回再过来，下回再过来，好，再过来，别，再过来，谢谢。